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5，耶利米书9章24节安尼讲：人若要夸口，就夸口伊捌我，承认我是上主。我爱伫世间施主爱、公义、甲公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三甲来祈祷，爱伫世间施主爱、公义、甲公平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你无快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。主啊！你是全然正直、全然圣洁的活命主宰。你无爱人骄傲来夸口家己，你爱人行伫你的旨意甲道路。主啊，求你互阮遵探你的心意来行。主啊，愿伫你的面前，不过是尘土，所有的智慧、用命、甲好业，拢无通夸口，拢无算什么。主啊，总是阮若是要夸口，只通着夸口，阮认捌你，也承认你是阮的上帝，因为你爱伫世间施主爱、公义、甲公平。你安尼宣布，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